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，专门咧煮卖台湾味道菜，卖甲真出名的老饭店阿哈饭店，已经开64年，传到第3代咯。创办人阿哈姊啊，退休了后是分配甲真妥当。这个实体店面都互第2个小弟来换顶灶，若网络宅配送到厝的部分，都互第5个小弟来换盘。本地大家拢真互相和平共处，也毋过即摆为着要卖过年的年菜，生疏晒咯。这个实体店面伫咧网络顶共打广告，网络宅配嘛共提到百货通路去卖，两兄弟啊拢指责对方趁钱食过界咯，即摆咧相告告对方侵权。台南这间台菜老店阿哈饭店，每项料理民众拢真介意，连未少政商名流拢捌来过。因度过疫情，即马煞表出家族咧瑞道。他们还蛮有名的，我只会去看他们争议的点到底是什么而已。他们商标的争议的话，应该还是比照他们原本自己签订的合约为主，就是还是看合约啦。创立64年阿哈饭店，伫创办人退休了后，家族分做2派，实体餐厅是第3代吴建豪负责，伊除了改变老店形象，佮以金下楼，佮有英文名伫网络咧卖物件。网络商标含经营所有权的5支派是吴秀春的查囝吴清荣投入网络产业，甚至和百货公司合作咧卖年菜。这嘛互吴建豪真不满，寄存证信函。5支派这边嘛真生气，认为是因先拍破约束嘛，对因提告来还债。工作问题不方便，真的不方便。嘿，交给律师来发讲。每个人的主张都不一样，兄弟之间也都会吵架，那大家有不同的立场，法官来帮我们要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当然还是最重要的是专心经营我们现在店面的生意，跟提供好的食物给消费者。即马双方嘛拆破面，日信嘛伫农历过年进前开庭，这个年对吴家来讲，恐惊的差价6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